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在2021年10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称，中国在中亚没有任何军事基地。不过，对于据称是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的基地，王并未做出明确评论。此前有报道称，中国将在阿富汗边境附近的塔吉克斯坦建立一个警察基地，因为外界怀疑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控制极端组织的能力。隶属于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声明称，将对与伊朗无人机计划有关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制裁。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任命了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和2个领事馆的代表。据阿里亚纳新闻社援引阿富汗外交部消息，穆罕默德·沙基布成为阿富汗驻伊斯兰堡大使馆临时代办。由于巴基斯坦未正式承认塔利班的统治，沙基布将不会正式拥有大使的头衔，而是承担大使馆的职责。与此同时，2名官员被任命为驻凯达和巴沙瓦市的领事馆。据报道，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发现一例 H5N6 型禽流感病例。据专家称，这种迅速传播的病毒杀死了近1半的感染者。俄罗斯暂停与北约关系的决定得到执行。北约驻俄罗斯新闻办公室的门被锁上了，其员工离开了该国。缅甸军方法庭星期五以叛国罪判处昂山素季的助手温婷20年监禁。温婷于今年2月5日被捕，他是昂山素季的重要支持者，也是前议会成员、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。这是军政府法庭判处昂山素季所属政党高层成员入狱的首个案件。美国宇航局 NASA 围绕木星运行的雨诺探测器的新发现提供了一幅更全面的图景。在此背景下，首次发布了一张展示太阳系第5颗行星木星天气的3D 图像。